就會介紹一組放鬆肩頸嘅筋膜放鬆運動，就會用到瑜伽球啦，或者係網球啦，同埋 foam roller 嘅。好，咁第一組咧就會先放鬆咧我哋嘅提肩胛肌。提肩胛肌嘅咧就喺我哋咧背脊較上呢個位置啦。有時我哋可能翻工諗得多嘢嘅時候縮起膊頭咧，呢個位置都會好用力嘅。好，咁我哋做嘅時候咧，我哋揾一埲可靠嘅牆啦。係啦，有時有啲門咧就唔好啦，因為驚可能推開咗，係就唔安全。揾一個安全可靠嘅牆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將波波放喺頭先個示範嘅位置啦，提肩胛肌嘅位置。小心啲頭髮啊，如果整到可能會啲痛楚啦。好，咁輕輕放咗喺呢個位置之後咧，咁我哋嗰個方向咧就可以輕輕左右去移動。咁我哋會做咗是但一邊先，唔好橫跨中間，唔好揞到脊椎，或者唔好揞到我哋肩胛骨嘅位置。係啦，咁左右按摩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按摩大約1至3分鐘嘅時間啦。係啦，咁第一次試咧，可以先試下1分鐘嘅時間，感覺下冇啲不良嘅反應先。如果你想輕微大力少少去按壓咧，咁你成個軀幹你個人可以踏出一步，斜向後咧，咁就會再大力多少少嘅。咁過程中就繼續保持住呼吸，俾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咁好似我頭先踏出咗一步咧，你離開埲牆嘅時候可以輕輕扶住，咁就最安全啦。咁之後就要做埋另一邊咧，都係揾一揾咧我哋提肩胛肌嘅位置，小心個頭髮嘅。係啦，企穩你嘅馬步之後咧，就可以輕輕左右去按壓下呢個位置。係啦，咁按摩嘅時候咧，可能會有啲冤或者脹痛嘅感覺啦。如果走咗位咧，就自己慢慢調翻啱個位置。有機會咧比較緊張嘅同學咧，肌肉咧會有一啲棘棘地咁我哋就慢慢用個球啦，將我哋一啲有結節，即係比較塞住嘅位置咧，慢慢將佢攤平。如果你覺得都好痛嘅話，你可以嘗試咧轉為一個比較臨身少少嘅網球啦，去幫助你放鬆呢個提肩胛肌嘅位置。好，俾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都係先定咗落嚟先，再慢慢退出個動作。好，去到第二組啦，我哋會放鬆我哋背脊菱形肌嘅位置啦。好啦，咁咧我哋菱形肌咧揾翻喺我哋背脊咧中間呢個位置，一路去到上邊肩胛骨中間嘅位置，我哋都可以用個按摩球咧去到放鬆嘅。咁咧都係要靠一埲牆去幫助我哋啦。咁攞翻個波波之後咧，我哋都係是但一邊開始先，擺喺我哋咧肩胛骨同埋脊椎中間嘅，唔好揞到骨頭嘅，我哋喺有肉嘅位置。好，微微蹲低個人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留意下安全第一啦，腳仔咧膝頭咧唔好過腳趾。好，咁準備好之後咧，我哋嘅方向就會係上下嘅。係啦，過程中都係保持住呼吸。咁一路我哋嗰個菱形肌嘅位置比較闊些少嘅，我哋就唔好淨係集中按一個位嘅，因為有機會咧放鬆咗某一個位置咧，其他位置就會拉緊咗。咁我哋比較平均咧，可以隨時去移動下個波高低，去平均按壓下我哋菱形肌嘅位置。俾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 OK。咁做完一邊，我哋兩邊都相約嘅時間平均做埋啦。係啦，揾一揾翻個位置咧，就係冇按到脊椎，冇按到肩胛骨，啱啱喺中間嘅。咁我哋咧踩穩個馬步就可以上下移動。同上一組動作一樣咧，如果你想去加大少少個力度咧，你個腳板可以踏出多一步，個人再微微傾後咧，咁嗰個力量會大些少嘅。
好，緊記要保持住呼吸，唔好閉氣啊！特別過一啲好痛嘅位置嘅時候咧，都更加要係深呼吸嘅。俾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 OK， 好，完成咗咧。我哋第3個動作咧就可以先行放低個波波，就會用到 foam roller 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呢一組咧就會放鬆我哋咧頸後肌嘅筋膜啦，係啦，我哋頸後邊嘅筋膜。做嘅時候咧，我哋會瞓低喺個地板上邊，啱啱好咧個 roller 就係頭先我摸住後頸嘅位置。好啦，瞓嘅時候小心慢慢扶住啦。好，將我嘅後頸咧輕輕按咗落嚟之後咧，第一下先唔好喐住，感覺下有冇特別嘅唔舒服，例如一啲刺痛啦，我哋就想避免嘅。如果冇特別嘅刺痛咧，我哋慢慢放鬆手腳一個舒服嘅位置，確保自己呼吸暢順之後咧，就順住慢慢將我哋個塊面擰向右，輕輕翻嚟，係啦，擰向左。都係有機會有啲脹痛，重申一次避免有啲刺痛嘅感覺啊嚇！如果有刺痛咧，先行離開個動作安全第一嘅。咁你慢慢沉向右左嘅時候咧，慢慢感受一下左右，有機會啦，同學仔個身體咧有啲唔平均啦，某一邊繃緊啲都唔出奇嘅。咁你就慢慢去感受一下。透過皮膚肌肉接觸住 foam roller 嘅時候咧，幫我哋放鬆頸後肌嘅筋膜。好，俾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離開個動作同樣重要嘅，我哋唔好突然離開會閃親啦，頭輕輕翻嚟中間之後，我哋腳踏實地，成個人穩陣咗，你輕輕側身扶一扶住，慢動作我哋翻嚟。係啦，咁就今日介紹完3組咧，去放鬆我哋肩頸嘅一啲按摩啦。係啦，提肩胛肌、菱形肌同我哋頸後肌嘅筋膜嘅。Thank you。